在咧都市內面，三不五時攏會看到果子狸。台大研究團隊對2022年到24年，攏總收集到426筆的這個果子狸通報記錄。顯示講對果子狸呢是穩定住在咧都市內面的新住民。民間團體也呼籲講，政府甲媒體應該愛加強宣導這果子狸相關知識，也建議教育部甲相關的議題列入去課程內面，對都市野生動物建立着正確的觀念。好多隻哦！好可愛！果子狸一隻對一隻佇台大校園撞來撞去。台大研究團隊統計，為2022年到2024年，攏總收集到426筆的通報記錄，發現超過一半是佇台北市發現的，而且攏集中佇大安、文山、樹林甲北投區，顯示果子狸佇都市活動的情形是直直咧增加。研究團隊嘛講，果子狸唔是雄雄總入去都市，顛倒是穩定存在的都市新住民。其實分析了2022到2024年當中的資料的時候，我們總共有400多筆的通報記錄。通報的台北裡面呢，又以大安、文山、士林跟北投這4個區，剛好是離山比較近的區，那就這4個區其實就有白鼻心的通報記錄，就還蠻多的。另外，研究團隊嘛頭擺發現，2隻母的果子狸做伙飼囝的社會行為改變，這是以前的文獻唔捌發現的。因推測是因為都市的食物來源較濟，較唔免互相競爭。民團講，面對果子狸都市化的問題，政府甲媒體應該加強宣傳相關的知識，讓民眾了解野生動物的習性。咱即擺民眾會驚嚇，我是感覺是免啦吼，因為伊袂傷害人。接受這個觀念了後，咱才會使去進一步去講咱莫去甲接觸，莫去甲飼，莫去甲拍，莫去甲虐待。民團嘛建議教育部愛甲果子狸都市化議題列入學校的課程，為細漢就開始建立觀念，才會當落實人甲野生動物共存。記者吳正陽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